火炬開發區嘅健康花城，呢個咧已經係我哋4期最後一個位置啦。依家賣到個樓咧就係我哋新前呢個位置啦，佢係帶裝修嘅現樓嚟嘅。我哋依家睇到呢個位置咧就係我哋呢一期嘅入門口位置嚟嘅，叫健康花城嘅璞悦啦。我哋係行呢度翻屋企嘅位置。整個小區咧係人車分流㗎，對面咧就係一個商場嚟嘅，有5層高嘅商場。你係可以喺裏面飲酒茶、食飯、睇戲，全部可以安排好晒㗎啦。地鐵口咧喺我哋呢個小區門口步行過去，前面紅綠燈嘅位置，相當於日後如果你居住喺呢個小區嘅話，落樓咧我哋有公交巴士站。公交巴士站嘅話，我哋可以去到中山好多個區域啦，到時換乘下得㗎啦。咁如果唔想坐公交巴士嘅情況下咧，我哋可以自己揸車連接我哋中山嘅熱仙路啦，同埋博愛路，全程係咪有紅綠燈嘅？相對嚟講喺呢度位置咧，我哋去中山市區位置咧係比較方便嘅。咁除咗呢度咧，我哋如果一啲香港朋友揸車嘅情況下咧，走深圳灣，即係經深中通道過嚟到呢個小區咧，花城呢邊咧，我哋啱啱接收到發展商嘅要求啦，佢依家要做一個清盤特惠啦，即係一次性要清晒呢個房源嚟嘅。咁啊，總共咧就100多套房源，大大細細咧，最細嘅話就係900零尺嘅，最大咧1300幾尺，都係3房同4房一個單位，帶裝修嘅現樓，人車分流嘅，單價嘅話9000蚊左右。咁呢個小區開盤一直以嚟咧，之前係賣到13000嘅、14000嘅，相信有啲香港嘅朋友咧都有入手過呢個小區嘅。咁依家佢哋通知咧，價錢咧喺9000蚊單價左右，大裝修嘅現樓嚟嘅。相對嚟講，依家嘅價錢咧，比周邊嘅二手樓，甚至比同小區嘅二手樓個價錢仲要吸引，因為發展商依家就係走量，一次性清晒佢，佢有其他項目要開發。所以賣晒佢啦。咁依家呢個情況咧，就好似我哋早上幾個月嘅二龍君悅咁樣，從降價1日就可以賣晒噶啦。包括我哋上個月咧雅居樂雲頂單價咧7000蚊、8000蚊，又係1日時間就賣晒啦。咁依家呢個小區咧都會有呢種情況出現。如果對呢個小區有興趣嘅朋友咧，可以約我哋睇下實景。因為依家嘅係精裝現樓嚟嘅，即買即交樓嘅。咁我哋一陣上去睇下示範單位。咁喺呢個過程咧，如果有啲朋友想了解清楚少少嘅，方便留言或者 WhatsApp 俾我哋。需要資料或者視頻嘅都 OK 嘅，冇問題嘅。我哋上去睇下示範單位。傳統嘅戶型堪比第4代住宅，依家最熱門啦就第4代住宅啦。但係佢嘅露台咧，通常咧私密性比較差，彎彎曲曲嘅雞髀咁。但係呢種戶型咧，私密性足夠嘅喎，陽台方正，咁你擺呢啲嘢咧就好擺啦，隨便你拍就唔會話搞下呢度嗰度又唔舒服。呢啲咧就好放嘅，大露台比較長啦，接近咧9米幾嘅，即係睇翻你點用啦。咁我哋呢個 size 咧係南北對流125方，即係香港咧1300尺度嘅一個戶型啦。咁整個小區咧佢就得3個戶型嘅啫。一個咧就89方，即係900尺嘅，咁一個咧就110平，1200尺度啦。呢個就4房，次露台，即係副露台啦。咁喺副露台咧，我哋可以欣賞到呢個小區嘅人間煙火氣咧，真係超足嘅，入住率爆棚。咁呢個小區咧，火炬開發區嘅一個樓盤，火炬開發區咧經過咁多年嘅發展咧，已經好成熟㗎啦，吃喝玩樂。以前咧有啲我哋老街坊咧，以前坐船過嚟到中山港碼頭嗰個位置，但係依家成熟嘅，步行出去你就有吃喝玩樂啦。出門左手邊成條好成熟嘅商業街，步行過去小區對面咧，我哋有太陽城，喺隨便喺地圖可以搜到嘅太陽城5層嘅商場，吃喝玩樂飲酒茶、超市 Walmart 全部有齊晒，櫃啊電器啊全部包埋晒㗎啦。依家咧清盤特惠。係有送家私家電、全屋冰箱、電器、空調嘅，拎包入住就可以實現㗎啦。呢個 size 嘅話，我哋通常喺呢度電梯出嚟，呢個位置屬於自己用嘅，你攞去用得㗎啦。單條腿私密性係咪好好呢？就唔會話同隔離鄰舍喺度，我擺下嘢啊，你放下嘢啊，一啲都唔舒服係咪？但係呢個隨便你用啦。呢啲櫃啊，鞋櫃。做好晒㗎啦，放下包包，放下鎖匙咁樣。呢個 size 咧有個書房嘅，好舒服嘅。呢個 size 嘅話，對比其他戶型咧，我個人覺得咧好好用嘅，方方正正，每間房該有嘅都有。咁
咁啊有89、110啦。咁呢個 size 我哋睇完就過去睇埋其他廁所、洗手間啦，即係，但係好大嘅喎。哦，其他發展商嘅話都冇佢一半啊。呢個係小朋友嘅。右手邊咧有個長者房，即係可以俾屋企人住嘅。最後睇呢個咧就係我哋主人房啦，即係呢個戶型嘅尾聲啦。主人房通常交樓呢度咧係透光玻璃、落地大玻璃嚟嘅。呢個 size 咧2萬間嚟嘅啫。而家中高低樓層仲有少量，唔多噶啦。清貨單價1萬1左右，精裝現樓，拎包入住嘅，包括空調、床、沙發都有齊晒噶啦。不妨安排睇睇呢個小區咧，係好多鄉鄰鄉里嘅，即係我哋香港街坊咧係比較多嘅聚集嘅一個小區，因為佢足夠方便，有商場、有食街，亦喺度挖緊嘅地鐵。到時你坐地鐵30分鐘咧就可以上到廣州珠江新城噶啦。咁依家通常咧，如果揸車30分鐘你可以翻到深圳。喺深圳咧亦有跨城嘅巴士直接嚟到火炬開發區，你直接坐巴士大概17蚊就可以嚟到火炬噶啦。咁通常翻到香港你都係20-30蚊就可以翻到香港噶啦。性價比好高，退休生活無非咧第一咧食嘢方便，使費更加少啲，因為喺香港壓力咁大，你隨便買下嘢食個飯都百幾10蚊唔見啦。但係呢度喎，你20蚊雞15蚊食到你飽啊！一個早餐6蚊雞嘅腸粉、5蚊腸粉，隨便你食。如果有興趣想大灣區退休生活嘅，可以約我睇實景。我喺中山同埋珠海已經做好多年嘅，非常之熟悉。包括呢個小區，我就喺呢度住嘅。如果你睇樓嘅話，我步行帶你過嚟睇得㗎啦。睇呢個單位咧，110平嘅，做咗4房，即係1200尺度，傳統式，偏向現代啲嘅橫廳嘅設計，餐客廳。咁呢邊咧就廚房啦，U 型嘅設計，咁啊上面電器啊基本有齊晒㗎啦，即係睇翻你自己點樣去用咯。呢個 size 嘅話，佢係單條腿嘅，私密性比較 OK 啦。咁電梯出嚟咧就屬於自己一個翻嚟嘅位置啦，擺下啲嘢 OK 嘅，包括呢啲櫃啊有齊晒㗎啦。因為加上依家送嘢咧，相當於拎包入住嘅。呢個位置啊書房，我又見有啲業主咧做下而家健身房咁樣嘅，擺啲嘢跑下步。呢個公廁過嚟呢個有個客房，或者俾長者住朋友過嚟瞓又得。橫廳比較偏向現代，咁呢個呢，就同我哋啱先睇嗰種露台呢一樣嘅，比較長。你從呢度出發到呢邊呢，即係可以喺度練 coffee 都 OK 嘅，好闊綽嘅一個空間。隨你放呢個位置咧，通常就擺洗衣機㗎啦，上面晾衣服咁樣咧就靚仔好多。因為你喺沙發望出去咧，主要係睇園林嘅呢個單位。園林咧，只要唔揀得太高，你都好靚仔嘅，即係睇起身好舒服、好舒適嘅。呢邊咧就一個小朋友嘅榻米房啦。最後睇呢間咧就係我哋主人房透間嘅設計，比較溫馨少少。咁啊，通常住呢個小區，大部分都有啲香港街坊、鄉鄰鄉里都識得嘅。有機會你朋友就喺呢度，你唔知道咩情況。呢個小區呢，我哋有另外個位置，直接步行過去太陽城好近嘅。我哋依家睇埋最細嘅單位89方嘅，睇咗125同埋110平嘅4房啦。咁最後睇嘅係89方嘅3房，最細嘅 size 嚟嘅，相當於我哋香港咧就900尺度咧。傳統型啲餐客廳係連廚嘅視廳，咁望過去呢度咧，其實就係一個陽台嚟㗎。咁喺陽台你每日咧都係欣賞下邊園林為主㗎啦。呢個 size 咧，我建議咧就冇咁高。咁啊，當然高樓層有啲景觀咧係冇遮擋嘅，望出去都好舒服。如果唔高唔中咧，睇起身冇咁舒服嘅。長陽台同啱先呢係一模一樣嘅。精裝現樓啦，即買即交樓嘅，即見即所得。送埋全屋家私的家電嘅。咁以 U 型嘅廚房電器全部包埋㗎啦。咁啊，通常如果話想買啲唔使等咁耐嘅咧，呢個小區好適合。呢個就客房過嚟咧，都係傳統咁樣嘅3房嚟嘅，有廁所，有小朋友嘅。最後睇嘅係主人房。睇咗咁多個 size 咧，呢個小區啊，就我個人覺得係好適合居住度假，中意方便啲嘅群體。
嘢啊，各方面配套比較方便嗰啲群體嚟嘅。咁啊，如果你話想中意啲安安靜靜綠化溝嘅話，呢個小區未必適合你。如果係中意嗰啲繁華啲出門有嘢食嘅，呢個就好啱嘅。步行出去有嗰啲街市啊，同埋商場嘅。咁你食飲玩樂就更加方便啲啦。咁啊，呢個小區呢，過去深圳啊，20-30分鐘揸車，咁又有跨城嘅巴士喺深圳過嚟到中山，或者中山翻深圳都可以，17蚊雞就得㗎啦。咁啊，通常翻到香港呢，都係30-40蚊就 OK 㗎啦。咁亦可以坐船，即係睇翻個人嘅需求，詳細了解嘅可以 PM 我。我就喺呢邊本身呢個小區居住嘅，